都係一定食係啊，佢而家1000嘢唔夠快。上場咗少少佢嘅變動啦，今次都落翻開始佢都係呢啲少少嘢去睇下，但係有遮住啊，佢咁咯。呢個變動都好適合。佢上翻4班喺形勢咧，不過如果輕磅低分咧，佢都仲有戰鬥，即係有得競爭能力，因為佢都見到正常。都係兩邊睇下邊個時間做啦，我覺得就因為好多人都知跑馬地好似比沙田少少，都係好意思。我食嗰啲真係得，多謝你。